好，等我用個裝修判頭角度同你分析下呢一隻金業國際8549值唔值得抽啦。冷氣判頭登錄創仔 GEM 諗清楚先啦。話說呢一排有個裝修佬同我講，喂，有間做冷氣通風嘅公司上市 GEM 版喎，好似幾穩陣咁喎。我睇完份招股書，真係有啲感想同大家分享下。佢嘅賣點係真材實料，呢間冷氣佬做咗近20年，唔係流料。專幫大廈整 HVAC 系統，即係你屋企夏天唔會熱親嗰啲。度口幾靚仔，賺錢能力唔錯，一年賺千幾萬，有近9%純利，喺工程界嚟講算係好揾到食。家頭上仲有6000幾萬工程未做，有個大客仲續咗張3年約，即係未來3年唔憂冇開飯。但係有幾點真係要諗清楚，一全靠大客仔，風險高。好似我個裝修佬朋友咁講，如果70%生意嚟自5個客，其中一個走數或者唔續約，真係即刻頭痕，呢一個係最大風險。而 GEM 版等於冇運行，呢幾年 GEM 版嘅明星你懂㗎，成交疏過鬼城，好多時上市熱鬧一輪就跟住潛水，除非你好短線，否則好易坐艇。3市場細做到幾大？佢哋主要做香港市場就係咁大。咁雖然話舊樓翻新有得做，但係要爆升幾倍難啲咯。抽唔抽得過我咁睇？如果你係速戰速決型，可以考慮抽下，搏上市頭幾日有得炒高咗就走。記住 GEM 股唔係用嚟談戀愛嘅，贏要走，輸都要走。如果你係長揸收租型，咁就真係要諗清楚。雖然公司本身唔差，但係 GEM 版流通量真係好惡頂，同埋佢哋派唔派息都未知，當唔到收息股。特別角度，裝修佬上市嘅宿命，你睇翻以往呢類工程股，好多時上市風光一輪之後就冇聲冇息。佢哋生意係穩陣，但係缺乏爆升故事，唔係科技股，又唔係新能源，好難吸引大基金追捧。總結，手痕可以抽翻手玩下，當支持香港本土企業，同埋買咗張6合彩，博佢係下一隻翠如 BB 股。況且呢隻股票市值又好似 BB 咁細，咁多人抽嘅話，又可能頭除非都會抽唔到，完全靠運，唔好太認真。以上純屬吹水，唔係投資建議，仲有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